续来讲这个洛梨，台语讲酷梨啊，也即是油梨啊，是这个台南大内真主要的农产水果。区公所要来举办产销活动，今仔日抢一部声来宣布着东港精彩的内容。讲到台南的大内，可能真侪乡亲头一个想到就是洛梨。大内区公所要伫31，也就是礼拜办精彩活动。洛梨有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会当有多种的一个矿物质还有丰富的蛋白质会当提供我们健康的一个营养的来源因为洛梨本身真营养，所以伫市面上是一种真受到消费者喜意的水果。相关的美食，或是入菜，或者是在水果上面的一个好的做法，能够行销出去区公所期待乡亲做伙来参加，唔但开创农产的销售，更介使带动地方的观光。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